本日6时40分，在环中东路麦当劳前发生汽车自燃事件，警方获报后随即赶至现场，火势第一时间已由麦当劳员工及公车司机合力将火势扑灭。据了解，驾驶停火熄车后，进入麦当劳用餐，发现外头有烟雾冒起，并有群众骚动，才得知汽车自燃。起火原因尚待消防队调查厘清。